有一种米，头一眼看无啥物特殊，但是愈看愈有滋味。日本人借用第色米来形容这种米，叫做湿肥。不过阿川今仔也未了解这个道理。阿川讲：“师傅，你看，这是我去市啊特别传回来的宝贝。你看这个花杆，顶悬画牡丹，边仔搁带金线，光线若照落去，金丝丝，放伫咱这个暗暗的地色，绝对会掠到人客的目睭。”老师傅讲：“阿川，去捡一支白色的地花来。”阿川讲：“好。”来，师傅，花来啊！老师傅讲：“炒好。”阿川，你今仔看到啥物？阿川讲：“我看到，哇，这个花杆真水，遐个金线实在有够适拍。”咦？老师傅讲：“花咧？”阿川讲：“花伫咧花杆顶悬啊，但是感觉若像丢去，变甲细细蕊，看无啥有。”老师傅讲：“这就是玄彬大主，这个花杆伤过甜，甜甲互人感觉味。”老师傅讲：“你试看卖这个。”阿川讲：“师傅，这也是花杆哦，色水乌赊赊，摸起来阁粗粗，若像路边的石头啊！这敢会伤具象？”老师傅讲：“把花插落去。”阿川讲：“咦，师傅，真奇怪，明明这个花杆这么暗，但是迄支白地花，哪会看到变甲遐尼有精神？花叶的zan处拢清楚浮出来啊！”老师傅讲：“这就是湿肥。”阿川真正有底伫的物件，伊袂想要教主角抢风头，伊会甘愿退后一步，做背景，做底色。两个人坐落来啉茶，桌顶放着迄个素素的花杆，配着一支清雅的白花。时间豆豆啊过，阿川煞感觉伊的目睭无像头先，互金花杆赤甲遐尼酸，颠倒感觉心头真定。
老师傅讲，汤水啉一喙是甜的，但是啉一杯就胃啊。茶入口虽然有一点仔涩，但是落后才知影会回甘。这个回甘表面看是涩，其实是真耐看。阿川讲耐看，师傅，我看这个乌回甘，看久了后，感觉伊亲像恬恬咧笑的老朋友，袂吵人，但是一直陪伴伫身边。老师傅讲，对咯，石碑是一种内敛的样啊，毋免大声话讲家己有偌水，因为真正水的所在，拢总藏伫细节内底。听空间咧讲话。石碑是升稳的气度，是愈看愈有味的底底。你身边敢有这种第一眼看到普通，但是愈看愈介意的物件无？